在罗西亚的莫斯科，车衫有防派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士兵因牵手，是搁一届组织起来，诉求政府将因的红塞为前线调倒转来的时阵，警方却熊熊挖来，甲来采访的记者全部拢带走拘留，而且还佫包括外国媒体、美联社、甲法新社等等，现场被带走的记者是超过20个人。记者会，军人的家后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红场的墓园，对到伫前线牺牲的士兵。这家的红塞拢是伫俄战争内底受到动员领定者，和调去前线作战的军人。暂时这家后要求政府和因红塞倒转来。Мы хотим живыми мужей вернуть. Нам не нужно никакие выплаты, нам не нужны после этого. Мы просто вот я для себя решила, мне потом что делать? Либо в монастырь уходить, либо за мужем следом уходить,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хочу потом жить одна. 为俄罗斯发出动员令了后，和征召军人的家后，就家己组成团体回家之路。在过去几礼拜，一直组织伫克林姆林宫外口抗议，争取互红塞赶紧为前线倒转来。真侪媒体记者伫现场采访活动，也毋过车衫煞受到熊熊围过来，警方一个一个带走拘留。包括外国媒体、法新社、美联社，现场和带走的记者超过20人。为了阻挡警方的行为，回家之路的成员佮一度挡伫巴士头前，袂互警方巴士线顶动。对于当局来讲，回家之路的抗议行为定义是反战、真敏感，但过抗议活动到暂时并无受到停止，和拘留的记者嘛伫几点钟了后受到释放。莫斯科检察官办公室车衫伫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出声明警告，表示若是参加无得到授权的示威活动，有可能会互起诉。另外，因为俄罗斯有严格的刑责法，反战型的抗议大部分拢互俄国官方封杀。伫3月特别举行总统大选，嘛就是总统普廷要挑战第5任期的时刻。如果到选举结束进前，会对反战的相关消息做更加严格的审查加封锁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